裸照、備婚、違約，張暖雅連爆3大鑊。朋友，我當你一世朋友。相信大家又忙住揾朋友啦。近前晚34D 巨乳女星安琪蓮娜裸照喺網上流出，經過高登一輪洗禮，無碼相任睇唔漏。唉，安琪蓮娜黑仔嘅，仲有被爆同佢拍完向西就撻着咗，仲備婚埋添。仲有啊，佢經理人 Peter 要告佢食甲棍，大拿拿50-60萬噶。佢將公司嗰個 email 轉咗第二啲 email，對公司嘅誹謗同埋毀約，我哋保留權利，將會向佢追討。仲話走數，公司要向稅局交代，係告人嘅同時就有裸照，難怪兩者扯上關係啦。咁我否定，亦都建議佢揾警方協助。安琪蓮娜兩公婆方面亦都否認放料博宣傳，仲話會追究到底，查出幕後黑手。原來兩公婆就會開記招澄清一切喎。卓越感謝日開始啦，第一日已經咁墟冚，排晒長龍搶貨，日日仲有好多1蚊瘋搶貨，仲唔快啲嚟搶？